媽咪茶同坊間嘅上奶茶有啲咩優勢啊？哺乳媽媽乳質不足，其實好心煩。坊間聲稱上奶嘅產品多不勝數，但真正嘅上奶係要揾出原因。母乳不足多數係由於壓力、睡眠不足、營養唔夠同氣血不足。媽咪茶以10種天然食材製作，兼顧通乳、提升媽媽氣血、促進乳汁分泌，功效更加全面。相較坊間其他嘅上奶茶，成分單一，只有刺激乳腺嘅作用。紫金媽咪茶搭配其他嘅溫補食材，可以幫助補充氣血同加強產後媽媽體質，令母乳餵哺嘅時間更加長久。